香港國安法咧第3條咧就好清楚講明啦，香港特區政府咧係有一個憲制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嘅，我哋亦都應該係有效咁樣去防範啦、去制止啦同埋懲治呢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埋活動嘅。咁所以咧喺公務員嗰方面咧，第一係提高公務員喺國家安全嗰方面嗰個意識啦。首先咧，其實通過咗香港國安法之後咧嘅大約半年之後啦，我哋就係根據香港國安法嘅第6條咧，所有嘅公務員必須係宣誓或者係簽署一個聲明，去表明佢哋係擁護基本法啦，佢哋係效忠特區政府啦，佢哋係盡忠職守，同埋佢哋係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嘅。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亦都係喺我哋更新公務員守則裏面咧，我哋亦都特別係加咗一個部分咧，係清楚咁解釋香港嘅公務員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嘅責任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有咗個意識啦，個意識提高咗啦，咁所以我哋喺培訓方面咧都加入咗國家安全呢一個元素喺裏面，咁就可以咧係時時刻刻咧令到同事咧係個意識係保持敏鋭嘅。其實我哋真係要有一個穩定嘅社會，先至可以咧去全力去拼經濟，將香港嘅未來啦規劃好，同埋咧讓我哋可以為我哋嘅發展將香港升上更加高嘅台階。我哋所需要做嘅嘢咧，佢畫好個藍圖同埋去鋪陳出嚟。我哋做好多培訓之外咧，第一我哋都希望咧公務員咧，其實佢入嚟咧，佢已經有初步嘅呢一個國家安全嘅意識。咁然後我哋再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再加大力度去做我哋嘅培訓。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國安法通過咗之後咧，我哋亦都喺跟住嘅2021年咧，我哋係喺公務員嘅入職嘅時候咧嘅考核咧，我哋除咗以前我哋有考基本法啦，我哋亦都加埋香港國安法落去，咁就兩樣都要考，要有一個即係基本嘅認知入到嚟，再加上我哋嘅培訓咧，咁佢就會對國家安全咧有一個比較全面嘅掌握啦。喺佢嘅工作上面應用咧，亦都會應用得比較好。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公務員團隊裏邊每一個公務員，我哋準備佢為做好呢一個令到香港穩定，令到香港咧唔受危害國家安全嘅威脅呢一個工作咧做嘅一個基礎嘅功夫啦。我自己對於過去嗰5年最大嘅感受就係喺呢啲方面，我哋真係做到嘢啦！我哋真係發揮到啦！我哋公務員團隊，我哋真係發揮到我哋應該有嘅嗰個作用啦，唔會再俾一啲即係威脅國家安全嘅一啲勢力喺度阻礙我哋啦，喺度無限期咁樣拖延我哋拖住我哋後腿，咁唔會啦。其實喺去年國家75週年國慶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找住個機會做咗好多咧讓同事係提升嗰個愛國嘅情懷，亦都係從而係提升嗰個國家安全意識嘅一啲活動嘅。無論係紀律部隊嘅同事，係專業部門嘅同事，或者係好前線嘅同事，或者係通才我哋一般職系嘅同事都好啦。佢無論做咩工作，佢都會自覺地有嗰個維護國家安全嘅意識喺度啦，亦都會自覺地認識翻國家嗰個發展，認識翻當前國家係面對一啲咩挑戰，喺唔同方面面對啲咩挑戰，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好咁做好呢份工作啦。